歡迎嚟到 Magic's Money Stories。今日我哋一齊聽魔法種子，學下咩叫福利。米路喺課室長凳底揾到一個閃靈靈嘅硬幣，佢諗，一個硬幣會唔會變到更多呢？林婆婆笑住話，將佢種喺金幣花園啦。不過記住，魔法金錢樹係要有耐性先會長大㗎。一個星期後，硬幣長咗一塊細細塊嘅銀色葉，米路想摘低佢。婆婆話：等多陣，俾塊葉自己再生多塊葉啦。米路等啊等，第一塊葉生第二塊，兩塊又變四塊，棵小樹開始識得自己慢慢長大。婆婆話：呢個就叫福利，即係你嘅錢賺到錢。而賺返嚟嘅錢又繼續幫你賺更多。米路冇一晚就變有錢，但每個星期，棵樹都大少少。佢話，慢慢嚟嘅魔法，都係魔法。今日嘅少少金錢智慧，福利即係錢可以賺錢，時間同耐性好重要。不過真正投資有風險，要同可信任嘅大人傾下。